戲劇咧係一種綜合藝術嚟嘅，你唔係話淨係表演啊，後台其實都有佢哋嗰個藝術層面嘅。舞台同你屋企又有唔同，咁好多時咧我都會用呢種方法打交叉嘅方法遊，因為睇起上嚟咧，即係啲燈光晒落嚟個立體感嘅強烈。其實中意做手作嘅人咧，就應該都會中意做呢類嘢嘅。譬如今次我哋可能會除咗整木箱啦，可能整嚿假嘅石頭啦，咁係好多時都係工場面可以點整啊。中意修改下自己啲家具又可以好開心，中意自己有個紅牆都得㗎嘛。一做冇紋，我哋會揸我哋呢張紙去整。係啦，咁同埋呢啲嘢都冇一個即係規定嘅方法嘅。你自己本身學咗嘅技術，其實可唔可以用喺其他層面？好耐冇見過有人咁大規模去做一個後台嘅課程，因為實在太少啦。即係無論係 SM 課程啊，整道具更加少。曾經有段時間都幾多嘅，咁但係都唔知點解突然間好似冇乜人教呢班。我諗咗好耐㗎啦，木箱。教木箱呢件事，其實如果想做後台嘅，其實都應該過嚟上一上呢啲班嘅。唔好諗住話真係叫做帶得走好多，因為你始終我哋係實戰經驗，你先至得到得最多嘅。接觸所有戲劇嘅情況之後，你可能就會知道，哦，點解嗰陣時係咁樣話俾你聽，點解嗰陣時係叫你咁做。面對問題嘅時候，你就會發覺，原來我可以咁做。